Hello，大家好，朱春豪。兩名香港人日前前往日本嘅飛陀山脈爬山，結果一死一獲救。呢兩名香港人喺日本嘅飛陀山脈，因為天氣嘅關係落唔到山失蹤。日本警方同民間山岳搜救隊今朝前往搜救。搜索人員今日喺山頂嘅西面發現兩個人，其中30歲嘅男子由直升機救起，清醒送到長野縣松本市嘅醫院治理。至於另一名22歲嘅男子，被發現時身體卡喺3163米嘅峭壁岩石上面，並且已經失去意識。據日本傳媒報導指，22歲被困嘅男人送院後證實不治。佢係居住喺東京都嘅板橋區。兩個人當地時間星期日下晝去咗飛陀山脈爬山，喺海拔3000幾米嘅奧水高岳山區，沿峭壁游繩而下時遇上惡劣天氣被困，糧食又短缺，於是透過社交媒體求救，希望尋找喺水高岳山區附近嘅人士提供協助。報導指祈浮縣警山岳警備隊曾經喺5月4號朝早前往救援，但因為強風同大雨被迫中斷行動。直升機因為能見度不足冇辦法起飛，當局只能夠同其中一名遇險者取得聯繫，直至今日天氣好返啲先能夠用直升機將兩個人救出嚟。日本嘅飛陀山脈非常之出名㗎，係橫跨富山縣、岐阜縣、長野縣同新潟縣嘅山脈，又叫做北阿爾卑斯山。山脈最高峰係3190米嘅奧水高岳啦。相信係兩個人今次爬嗰座山應該佢哋爬咗上去，但落返嚟嘅時候就出事。睇返網上今年立山黑部嘅開山時間原來係4月15到11月30號，都係啱啱開山嘅啫。可能啲發燒友一開山就去爬山啦。好，呢一集就睇到先，想支持我嘅訂閱，我哋下集見。